国民小学台语教材第11册第5课。阿爸的饭包。每一日早起时，天还未光，阿爸就带着饭包，骑着旧铁马，离开厝，出去溪埔替人搬山石。每一暝，阮拢咧想，阿爸的饭包到底啥物款？早顿，阮甲阿兄食包仔配豆奶。阿爸的饭包起码也有1粒卵，若无安怎替人搬山石？有一日早起时，天还乌乌，阮偷偷行入去灶骹，掀开阿爸的饭包，无半粒卵，3条菜脯，番薯签掺饭。练习。你敢要炸饭包？迄只鸡仔生2粒卵。阿兄骑铁马去上课，伊透早有啉1杯豆奶。阿母食饭足爱配菜脯。阿母，今仔日的早顿有啥物？有你上爱食的包仔哦。安尼敢有豆奶通啉？有啊，你若食无饱，灶骹内底有卵，我去煎互你食。好啊，多谢阿母。好听的俗语：食爱照3顿，困爱照时阵。爱照起工3顿食饭，爱按时阵去困大眠，爱拼才会赢，爱努力认真，搁骨力打拼才会成功。入厝叫人，入庙拜神，踏入别人的厝内面，爱先出声。拍招呼，踏入庙内底，爱先拜神明。